为纪念保生大帝圣诞，据港化龙宫举行了一系列宗教仪式与供奉活动。这次纪念活动不仅是表达感恩之情，同时也祈求社会大众的平安与和谐。在据港化龙宫内庄严的氛围中，三教信众齐聚一堂，共同纪念保生大帝圣诞。化龙宫副主席阿曼表示，保生大帝是医药之神，本次庆典以祭殡仪式拉开序幕，随后进行祭祀仪式，作为向神明表达敬意的象征。这场圣诞纪念的目的是祈求社会大众能够永远得到健康、平安以及丰厚的福祉。整个祭祀活动在圆桌餐中圆满落幕，信众们齐聚庙中共进佳肴，现场氛围热闹而温馨。Ilham Wahyudi, PAL TV。